每本规划，大家选校查数据，最先看的都是学校整体录取率。但很多人申请结束都会疑惑，为什么同样分数，有人稳录，有人全拒？今天我讲一个很多家庭都搞错的底层逻辑：总录取率只是一个平均参考，真正影响申请难度的是学校的招生审核制度，以及你所属的申请竞争池。择校过程里，很多家庭还会陷入同一个难题：公立院校可查到细分专业录取数据，但是私立大学、藤校等顶尖私立大学基本没有这类公开数据。我们该如何判断真实申请难度？我今天依据各校官网、招生规则和 CTS 通用数据集等公开数据，帮你把不同类型学校一次归类讲清楚。两套判断逻辑：公立看数据，私立看制度。大家先记住两个核心区别，看懂这两点，你就超过绝大部分的申请者。大型公立看公开数据，多数私立看审核规则。首先说公立大学，规则最简单、最透明。UC 部分热门校区以及106大学香槟分校 UIUC、密歇根安娜堡、德州奥斯汀这类头部公立，大多会公示分学院的官方录取数据。工程、商科、CS、文理等学院，很多学校采用独立申请池、独立名额或独立审核。最直观的例子，学校整体录取率看着不低，但工程学院、计算机学院的录取门槛往往比文理学院高不少。这些都是官网公开有据可查的数据。这里还有一个很多家庭容易忽略的误区，很多人以为申请同一所大学就是和所有申请者一起竞争，其实真正决定录取结果的是你进入了哪个申请池，面对哪些竞争者。同一所大学不一定是同一场竞争，所以申公立很多时候选专业也是在选择竞争难度。各校审核规则存在差异，申请时需要结合具体学校与学院的官方招生政策进行判断。再来看大多数私立大学，这也是很多家长最容易困惑的一类。很多人问，私立不公开专业录取率是不是叫玫瑰率？多数私立不会公示细分专业录取率，但招生审核规则通常是公开透明的。很多私立大学都会说明不公布专业录取比例，希望学生按照真实兴趣申请，而不是依据录取概率去选择专业。虽然没有精确百分比，但规律依然很清晰。在私立院校中， CS、数据科学、经济、工程是常年申请体量较大的热门赛道，部分人文、社会科学和基础理科方向竞争压力相对较低。真正决定录取的不只是专业冷热，而是你的课程、活动、文书能不能证明你和这个专业高度匹配。最后来看藤校以及斯坦福、MIT 等少数采用全校统一审核的顶尖私立大学。这类学校一般不存在像很多大型公立那样按专业单独划名额、单独录取的机制。哈佛、耶鲁、普林斯顿、斯坦福等顶尖大学，官方都强调本科招生录取的是学生，而不是某一个专业。很多学校实行通识教育，大一或大二之后再正式确定主修。申请时填写的意向专业，更多是帮助招生官了解你的学术兴趣和发展方向。当然，如果学术背景和意向专业完全脱节，也会影响整体匹配评价。所以顶尖私立大学申请，与其刻意找冷门专业捡漏，不如深耕讲透自己的学术故事。3套落地申请策略。讲到这里，我给大家落地可直接用的3条申请策略，大家直接对标自己的申请梯队。第一，分公立按学院定梯度。公立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多热门学院竞争更加激烈，背景中等可以优先匹配竞争相对没那么激烈的学院，提高录取机会。背景硬核有明确梳理主线，再冲刺热门工程、计算机等方向，不用盲目硬刚最热门赛道。第二，分私立大学，重匹配不赌概率。私立没有公开专业录取率可以对比参考，活动、文书、课程和学术主线能不能和专业方向形成一致性，比专业冷热更影响你的竞争力。第三，分顶尖的私立大学，不纠结专业冷热，顶尖私校更关注你的整体发展潜力、学术能力和长期成长轨迹，选一个真正有长期积累、能够长深长透的方向，比刻意选择所谓冷门专业更容易建立说服力。看懂制度，科学选校。最后我帮大家做一个总结，很多人选校第一个问题都是这所学校录取率多少，但真正应该问的是我会进入哪个竞争池，我的竞争对手是谁。因为最终决定录取结果的不是学校的平均数据，而是你身处的真实竞争环境。所以看得懂录取制度才叫选校，指定总录取率纯属看热闹。
公立拼名额，私立拼匹配，藤校拼整体。不要再被一个笼统的总录取率误导。真正科学的选校，先看学校采用什么审核机制，再结合自己的背景，制定最适合自己的申请策略。如果还不确定自己的目标院校属于哪一种审核机制，不知道专业怎么选更合适，欢迎留言你的年级、GPA、地上专业，我帮你定制适配的申请路径。我们下期见。